今集同大家睇下呢一隻勞力士 Yachtmaster 116689。勞力士豪式 Yachtmaster 係專為帆船賽事選手設計嘅。Yachtmaster 腕錶配備咗特色嘅指針同面盤配飾，唔單止保持咗勞力士專業腕錶嘅一貫風格，而且可以更清晰咁樣讀取時間。外觀亦都非常之出眾。勞力士喺2007年嘅巴塞鐘錶展上面發表咗 Yachtmaster 系列，以倒數計時嘅新技術震撼全場。雖然為咗帆船賽嘅特殊規則而設計嘅倒數功能並唔係首次出現，但係透過 Ring Command 旋轉外圈設定，能夠鎖定10分鐘倒數計時，足夠令帆船賽選手喺出發時候同官方信號同步倒數，以有效減少失誤。呢個精密嘅設計令到勞力士 Yachtmaster 腕錶大受好評。116689配備咗4161自動機芯，佢係以 Daytona 4130計時機芯為藍本而設計嘅。機芯由360多枚零件構成，由勞力士研發嘅 UV Liga 技術製成。4161機芯配備嘅內部機制可以瞬間啟動計時器，而勞力士專利嘅藍色游絲擺輪不受磁場干擾，即使周遭嘅溫度變化仍然非常之穩定。抗震力亦都比傳統機芯高出10倍。4161機芯備有72小時動力儲備，白色面盤上安裝咗紅色計時針，令帆船選手可以喺緊張嘅賽事中輕易計算時間，配合航行嘅動作。港版具有超強嘅防刮性，並且唔會因為紫外線嘅作用而導致變色。116689亦都配備咗經典嘅豪式錶帶，配備可以防止意外開啟嘅保險扣，確保航行時候嘅佩戴安全。116689係 Yachtmaster 系列中第一隻以 18K 白金打造嘅錶款，而錶圈用咗鉑金製成，係一款既有實用性又盡顯豪華感嘅勞力士 Yachtmaster 腕錶。